由你血我血聽日我哋會繼續播出陳振聰專訪嘅第2集，佢仲會而家係身為基督徒嘅佢點睇當年佢同龔如心嘅婚外情。好啦，今日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聽朝同樣時間10點半咧，繼續會有楊真同埋泰來咧陪大家一圈圈㗎，拜拜。一圈圈深深的子，總有一圈送到你，一圈愛而不留，雷霆881。瞓得唔好，日日返工都咁攰。12點，飲白蘭氏 CS4 蟲草雞精啦，有效改善睡眠質素，抵抗疲勞。我中意，聽日多啲。你爹哋媽咪不停笑，你不停喊，你不斷向前走，佢哋始終喺你左右。有日，當你媽咪想 call 住你，我大哭啦。你有咩計劃啊？你唔明㗎啦。佢搬咗咁耐都冇電話嚟。爹哋媽咪咁多年都咁愛你，你呢？家庭議會提示：關懷照顧父母就係孝，人人就為孝愛互傳。去旅行水島不服舟車雲浪，阿姐點算啊？記住啦，上地保射魚，有病唔使怕。天氣報告。中國東南部嘅高壓脊為廣東帶嚟一股乾燥嘅大陸氣流。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嘅相對濕度下降至40%以下。本港地區下晝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晝非常乾燥，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2-3日天晴，日間天氣溫暖及乾燥。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表示火災危險性極高。紫外線指數係5，強度屬於中等。氣溫21度，相對濕度50%。午間新聞專輯，商業電台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各位，今日係3月6號星期三，呢節嘅午間新聞專輯由許奕迅同黃景瑩主持。先睇下新聞提要。政治局常委俞正聲話：上海亦都有類似嘅中港矛盾問題，指好多孕婦都湧到上海產子，認為可以慢慢解決。主題國際風雲會講中國部委人事變動。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病逝，終年58歲。詳細嘅新聞內容。政治局常委俞正聲早上喺北京同港澳區嘅政協委員會面，政協委員譚耀宗話提到中港矛盾時，俞正聲話上海亦有類似情況，可以慢慢解決。另一名政協委員陳婉嫻認為俞正聲發放訊息唔應該喺呢個問題上上綱上線。陳信忠喺北京報導。預料會接任全國政協主席嘅政治局常委俞正聲早上出席港澳全國政協嘅聯合會議，同港澳政協見面並發表講話。陪同出席嘅包括現屆政協副主席麥建華、黃海華、杜青龍，以及港澳辦主任黃光亞等人。俞正聲喺會面上同港區政協吳光正、陳偉琪、李澤鉅等人握手，而政協唐英年因為企喺後排，未有機會接觸俞正聲。董建華喺會上指，俞正聲同港澳政協會面係顯示中央對港澳地區嘅重視。而喺會後，政協譚耀宗指，俞正聲嘅發言要求政協支持一國兩制，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愛國愛港，加強團結。又引述俞正聲以上海嘅例子，只可以用協調嘅方式解決中港矛盾。講到我哋喺上海都有啦，有時都會有啲矛盾㗎。譬如好似話喺上海生細路仔咧，就收費比較平嘅，咁又好多人走咗去上海生咗細路仔，咁啊搞到啲產床唔夠，咁就唔夠咪我哋增加啲產床咯，咁樣咁去解決咯。而另一個政協陳婉嫻亦都希望唔好將中港矛盾上綱上線。更重要，佢帶出咗個好重要訊息，佢就覺得你唔好話我香港，話我哋香港要本土，但任何嘅城市，當佢利益出現咗一個咁嘅情況嘅時候咧，佢淨有反映佢正常。我覺得用上海啲例子舉係好舒服啊，即係令到大家有唔同觀點嘅時候都要清楚下，即係每個人當佢覺得佢利益受到影響嘅時候咧，佢呢個反應係正常嘅，亦都唔應該帶有上綱上線啦嚇。喺會上，多名政協都有發表意見，其中現屆常委戴德邦就話希望中港兩地風雨同舟，可以克服文化差異，加強溝通。又建議中央以稅務同政策優惠輔助內地嘅港企，而香港商界亦都應該用好接洽，掌握機遇。香港電台記者陳尚忠喺北京報導。
港區人大代表聽日會見國家領導人，代表之一嘅范徐麗泰表示，唔會向領導人講奶粉問題，會關注國家發展。不過奶粉質量問題仍然係兩會嘅焦點。譚美琪喺北京報道，36個港區人大代表聽日會獲得國家領導人接見，部分代表有機會向領導人發表意見。港區人大代表范徐麗泰話：佢未知道有冇機會發言，但係即使有，都唔會講奶粉問題。其實奶粉呢件事係擾民，但係唔算得係乜嘢大嘅經濟發展上嘅事情。今次我哋嚟到係講國家嘅發展，所以咧，我相信我。